两个孩子一间房，常规都是买上下床，两个书桌并排放，剩余空间勉强放个衣柜。两个孩子气得不够脚，没有私密空间还会引起宠儿狂魔的老爸决定这样装：一、几根方管做一圈，4根立柱做支撑，中间横竖横支起根，外包几块实木面板更环保，上面再盖上透气的排骨架，放上床垫就是舒服的床。木饰面隔墙，简单又好看。靠外隔墙安装双层玻璃推拉窗，关键隔音效果好，里面安装窗帘，遮光睡觉才舒服。二、两个抽屉做台阶，下面抽屉收纳闺女换季衣服，超多超方便。中间抽屉收纳闺女的内衣和内裤，上面台阶空间给儿子用，台阶端头做一排书柜，文学名著随便放，空间灵活利用。旁边延伸做吊柜，增加收纳空间。三、角落给闺女做一组到顶衣柜，漂亮的衣服长裙全挂下，拿取也非常方便。旁边延伸做悬空书桌，台面延伸到窗台，桌面宽敞了，闺女读书写字更轻松。有了好习惯，清华北大不是梦。窗帘安装在窗户里，开关方便更节省空间，记得安个铁护栏，防止睡觉滚下来。闺女的房间这样设计，通风采光好，闺女有足够的隐私空间，睡到成年都没有问题。四、踏步侧面封闭，也不影响采光，关键增加睡前书籍的收纳空间。床尾隔墙通风又采光，几根方管横竖环接做床，外面包几块环保木饰面，中间盖上专用排骨架，透气不反潮。去二舅家搬个松软的床垫就是弟弟床，床头贴软包，睡觉才舒服。床底做3个带滚轮的抽屉，收纳袜子、内裤和换季衣服非常方便。五、敲掉一半开发商赠送的2/4的非承重墙，靠门做一组到顶衣柜，儿子再多帅气衣服全挂下，关上门实用点提高。旁边延伸做 L 型吊柜，孩子喜欢的书籍分类拿取才方便，关上门好看还蛮贵的。下面对应做 L 型书桌，再多作业全放下，清华北大随便考。七、门后贴满墙小黑板，发挥孩子想象力，门旁边做个收纳柜，放满儿子的战利品，空间灵活利用，用防火板砌个墙，空间划分更明确，安装磨砂玻璃门透光更容易。卧室这样设计，功能齐全，两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，隔音效果也非常好，再也不怕地底影响。八、也许你觉得这个设计还不错，以后也不希望被中间商赚差价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。